影歌曲獎，有請陳奕迅、馮德倫。大家好，Stephen， 咁你就係一個導演啦、演員啦，仲要係音樂人。咁你覺得最緊要啊，即係呢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啊，最緊要係咩咧？我諗個先決條件啊，當然係可以帶動到個電影嗰個劇情啦。但係我覺得呢個問題應該係問你喎，你先至係歌神，你覺得咧？我覺得歌咧就係最緊要係好聽就得㗎啦。咁就啱啦！你知我有一首新歌㗎嚇，好好聽，亦都好適合做電影嘅歌曲。係咩？你唔信啊？睇下。係咪啊？係好聽，係好聽嘅。咁但係好似個 feel 硬係唔係好啱咁。但係我有一隻喎，係咩？我都有隻歌，睇下試下套落去得唔得咧？我隻主題曲嚟嘅添。OK， 聽下你聽下。銀河唯一的秘密，天際最強人物，正氣朋友，性格忠實，英勇未變質，世界第一打怪物，將惡人重罰。唔長嘅咪 ？OK， 哇，好啊，好，非常好。弟弟，講真嘅，好聽之餘咧都要啱配合個主題嘅，就好似Nick 張啦，候選其中一隻，有一隻叫做永遠的失眠，寂靜深宵跟我糾纏，永遠的得啦，好聽啦，我哋頒獎啦！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電影歌曲得獎者係，你講啊，我講啊，得獎歌曲華富1號，作曲崔展雄，填詞梁柏堅，主唱黃淑蔓。再見 UFO 嘅電影，今次係黃淑蔓多謝晒，次奪得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，而崔展雄及梁柏堅兩人則首次獲獎。